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是2022年的6月2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9篇，列王记下卷第9章14到26节，以弗所书第2章11到2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合而为一。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在以弗所书的标题，2章的标题，他说在基督生命里合而为一。但是在这里的合而为一，与我们一般所说的联合 united 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如果从英文圣经 NIV 的翻译标题，它非常清楚的提到 Jew and Gentile reconciled through Christ， 犹太人跟外邦人透过了基督复合。 reconcile 在这里是一个被动的词句，在 KJV 的翻译里面更简单 ，One in Christ。这种复合的概念，就很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发生的事情。我们都知道，圣殿的会幕裂成了两边，人跟上帝之间不再有隔阂了。人们如同基督所教导的主祷文一样，因为借着复活的基督，我们就能够称上帝为阿爸父。我们与上帝关系复合，也透过基督救恩与人复合。以弗所书这样提到：你们生而为外邦的人，要记得过去的情况。你们被那些自称为割礼的人，就是那些在自己身体上动过刀的犹太人，称你们为没有受割礼的。那时候你们跟基督没有关系，是外人，不在上帝选民的行列里面。你们在上帝应许给他子民的约上面没有份，在世上是没有盼望的，没有上帝。你们这些从前远离上帝，现在却跟基督耶稣结合的人，借着他的死已经接近上帝了。基督亲自将和平赐给我们，他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。他以自己的身体推倒那使他们互相敌对、使他们分裂的墙。这就如同当初冷战时期结束的时候，分裂一个象征分隔东西方的柏林围墙，它被拆除那个的象征意义一样。柏林围墙被拆除后，所代表的东西方的紧张情势得到了缓解。许多原本东欧的国家开始走向民主化，东西方国家也并不因为这样子就真的合一了。即便是有欧盟的组织开始，也不能称为合一，但却拥有这种和平的好关系，这个基本上就是复合的意思。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，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新造的人，在主里面不再分别受割礼或是没有受割礼的差别。
既然在基督里都是新创造的人，那么就没有分别了，只有一合一条路。约翰福音第4章第8节，那井边的妇人向耶稣所说的话。那时候他的门徒已经进城去买食物。第9节，撒玛利亚妇人回答耶稣的话说：“你是犹太人，你为什么会跟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讨水喝呢？”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不相往来的，这样的情形将不会再出现。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就会互相来往，因为都是耶稣基督拯救的对象了。人们要回归到基督的里面，成为基督的门徒，学习基督向那一些别人看为不可爱、不值得交往的人们伸出友谊的手。他废除了犹太法律诫命的规条，为要使两种人借着他的生命成为一种新人，得以和平的相处。借着十字架上的死，基督终止了这种敌对的心态。借着十字架使两者结合为一，得以跟上帝和好。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终止了人敌对的状态，使人借着救恩彼此和好。因为我们必须跟上帝和好，有了跟上帝和好的关系，基督徒就必须彼此和好。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应当要彼此合一，这种彼此复合并且连接在上帝和谐关系里面。复合并不是以这种因素就作为没有原则的和好关系，这很容易造成假象，也容易使人失去了警觉。对于那些离开上帝作恶的人，基督徒应当有清楚的界限。我们再把焦点放在列王的故事里面，亚哈王跟他的太太耶洗别王后杀了许多上帝的祭司们，也誓言要将上帝的仆人以利亚处以极刑。像这样敬拜偶像、离开上帝真道的人，是应该拒绝跟他们同列的。列王记下第9章14到26节就记载了耶户他计划反约荷兰，针对犹大王亚哈，他的立场也是非常鲜明。耶户这样说，耶户对他的助手毕甲说：“把他的尸体丢在拿卜的田里吧。记得你我跟在约荷兰王父亲亚哈后面赶车的时候，上主对亚哈说过这样的话：我昨天看见拿伯和他的儿子们被抹杀，我一定在这同一块田里惩罚你。所以你要将约荷兰的尸体丢在拿伯的田里，好实现上主的话。”这个悲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，就是人必须要跟上帝有和好的关系。我们或许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拒绝一个复合和好的关系，但这并不是基督信仰教导的标准。基督徒应该要尽全力跟上帝和好，进而跟人有和好的关系。
保罗给以弗所教会的训勉说：这样看来，你们外邦人不再是外人或是陌生人，你们是上帝子民的同胞，是上帝一家的人，跟犹太人一样。你们也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，而基督耶稣自己是这一家的基石。依靠他，整座建筑得以互相连接，逐渐扩大成为圣殿，献给主。依靠他，你们同时也被建造，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地方。保罗也曾经说过：你们岂不知道，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？与上帝有和好的关系，与人有和好的关系，才能表达出我们是属基督的人。诗篇59篇，因为篇幅比较长，牧师就来读几节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，求你保护我脱离攻击我的人。第2节，求你救我脱离作恶的人，使我摆脱杀人犯的手。第3节，看吧，他们埋伏要攻击我，残暴的人结伙跟我作对。这并不是因为我有过犯，也不是因我犯了什么罪。第4节，上主啊，他们大张声势而来，并不是因为我犯了过错。17节，我的保护者啊，我要颂赞你。上主是我的避难所，是爱我的上帝。感谢上帝帮助我们明白合一复合的重要性，在信仰上自己与基督合一，在教会里与兄姐合一的重要性，也要以合一的生命来展现我们与上帝是复合的关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